这是搞了一个西式的皇宫啊！哼，来，把东西都摆好了。哎，你这是干嘛？以前你从来没陪我过过生日，我就自己买了个蛋糕，让大家一起陪我过生日。好啊。小智，唱个生日快乐歌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许愿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生日快乐！什么呀？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呀，别跑！不要！看你再敢涂我！就这样安静的待一会儿。芬妮，哎，峰峰，啊，搞得我满脸都是。啊，快擦擦。哎呦，我这脸上，天哪！其实，李欢挺喜欢你的。我看啊，他喜欢的人是你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俩曾经在一块住过，你是不是被他给那个了？啊？瞎说什么呢？你就承认吧。我跟你说，他才不是我的菜呢。他呀，就是小公狗，段正淳，其实他人挺好的。你知道他当初为什么叫你皇后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你是他梦中的皇后，他对你可是日思夜想的。行了，别胡说了，怎么会呢？我说真的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我最了解李欢了，他真的挺喜欢你的。你要是对他有意思的话，要趁早下手，别让别的女人给抢了。可是什么呀？哎，你就说你愿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吧。李欢确实特别帅，而且又善解人意，又体贴温柔。要是和他在一块儿，肯定不会无趣乏味的。哎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你不是都已经安排司机了吗？那，你多保重啊。我们两个现在终于成朋友了。谢谢你以前那么维护我。我们只是朋友吗？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是朋友而已啊，最起码我们还曾经有过肌肤之亲呢。你少来！你再说，我跟你说，朋友都做不了。好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你现在正在取保候审的阶段，你万万不能冲动，一步都不能大意，要不然麻烦就大了。他们能把房子、车子、现金还我就不错了，反正我钱来得快，冻结了也无所谓。只是他们现在是限制我出境，反正我也没有出境的打算。哎，芬妮对你挺好的，你要把握机会啊。
可是我喜欢的人是你。你本来就喜欢皇后嘛，现在终于有机会了，嘿嘿。蠢女人！你看看你这里啊，装得跟皇宫一样。现在皇帝有了，再来一个皇后，芬妮真的好适合你啊。皇宫里没有冯昭仪怎么行啊？千年的老怪物，赶紧去洗澡吧，陪你的皇后吧，加油！你不准走，回来！快走快走，要不然我叫保安了啊！快走啊！王伯，怎么了？这个乞丐一直在这里不肯走啊！姐姐，萧兆业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姐姐，我受不了了，每天晚上他们5、6个富婆轮流着折磨我。王伯，他是我一个朋友，你先回去吧。好的。哎呀，我跑到大街上，我没钱吃饭，我就偷钱，被他们抓着打了一顿。我经常被丐帮的那群人打。那刘子业他们几个呢？他们都跑出来了，可是后来我们跑散了。姐姐，我好饿啊！别哭了，别哭了，走，跟我回家吃饭去。你慢点吃，别烫着了。哎呦，真是个千年的饿死鬼。李欢，对不起，我跟媒体说，跟你没关系。芬妮啊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而且冯峰也跟我说了，说你在暗中帮了我不少。其实我应该感谢你才对啊。没有，其实你真是个绝版好男人。你是不是不会让女人流泪啊？我可不是什么绝版好男人，我伤过好多女人的心，我是一个暴君。暴君？哪有这么说自己的？怪不得小峰总说你是什么千年僵尸、神经病，我现在知道了。芬妮啊，你要是喜欢这儿的话，就留下来住吧。真的？嗯。谢谢。哎，你慢点吃。天哪，这怎么饿成这样了？姐姐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这是干嘛呀？你用不着谢我，你当皇帝的时候做了那么多坏事，贻害天下，这样的下场你也活该。姐姐，我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今天才知道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欺负那些没权没势的人，是多么可恨的一件事。不知道是真心还是假意，不过有这样的体会，也算是不错了。再喝点水吧。小凤，回来了。这是谁啊？王伯，哎，去带他洗个澡。好的。等我一下啊，我跟你解释。与叶波在一起时，我觉得自己像个姐姐，永远都在照顾他的心情，就像狂风一般，不知道终点在何处。李欢不一样，他像个精神病人一样出现，时而风言风语，时而专注温情。有的时候，
我都分不清他对我的感情究竟是什么，就像分不清我自己的内心一样。我们几个人真的好像他说的那样，从前世就纠缠不清，到了今生还要绑在一起。